叫做 John，咁我係Startup Visa 加拿大 Startup Visa 嘅申請者，我成功喺今年年初咧就攞到佢哋嘅 PR。咁我係一個工程師，我係做IT 行業嘅。咁我過去10幾年咧係管理同埋運作緊自己嘅一個 IT 公司。我哋咧係做一啲嘅軟件開發同埋一啲教育嘅一啲嘅平台啊。我哋嘅客戶包括各大學啦，包括馬會啦，亦都包括好多嘅機構咁樣啊。咁點解會考慮 Startup Visa 呢樣嘢呢？係因為呢個計劃比起全世界其他地方呢，佢係俾到好多嘅優勢嘅。譬如佢個彈性好大啦，佢哋對嗰個申請者嘅要求呢，比較唔係咁限制咁多啦嚇。咁另外呢，你係可以通過佢哋嗰個組合嚟到去即係做埋融資呢個嘅動作。咁同時呢，其實喺申請 Visa 呢個過程呢，你係需要一個非常之可靠同埋專業嘅伙伴嘅。咁喺我自己嘅體驗呢，就 Gans 呢係一個非常可靠嘅合作伙伴，因為佢哋喺呢個行業好耐㗎啦，佢哋係非常之成功啊！如果唔係，我當時都唔會選擇同佢哋合作。而喺選擇移民過程呢一個合作伙伴呢個過程，你係必須要揾到一個呢係好專業，同埋佢俾到一個可靠性力啊！你係當然唔想去同一個公司去合作，而佢收咗你錢去做咗大量嘅嘢，而你係即係做唔到嗰個結果。咁但係 Gans 呢，因為佢哋亦都係非常專業，佢哋大概都想像到一個申請者咧，佢哋嗰個能力同埋成功可能性嘅。咁所以咧，同佢哋合作咧，你個信心會大好多啦嚇。咁我哋大概花咗32個月，咁我哋就成功攞到。咁我哋希望以後如果能夠有機會咧，都再有機會同大家分享下我自己嘅成功經驗，同埋咧係點樣係同 Gans 能夠去改變到大家嗰個身份呢個再造嘅工程，同埋能夠帶俾大家實現到你哋嘅理想。